牛雜點賣㗎？你要乜嘢計咩錢？這個什麼呀？六磅，6磅。那我給點湯好嗎？有點看湯可以喝的，好喝的。我這個湯，我在這裡賣了20多年了。誒，想要乜嘢靚女？我要腸。腸係5蚊兩串，肺1蚊。呢啲係2蚊，骨同埋磅魚蛋煲腸都係2蚊。又分咗啫。我要一串腸，哦，一串骨。哦。骨係2蚊串啊。好嘅，同埋肚。呢個肚係3蚊，金錢肚係4蚊，你要邊種？呢個咯。金錢肚係4蚊。魚蛋。魚蛋係2蚊。煲煲腸都係2蚊。哦，要嗰一串。哦，牛腸要瘦啲係嘛？係嘅。係咪瘦啲？係。蘿蔔麵筋嗰啲要唔要？要蘿蔔。要蘿蔔唔要麵筋係嘛？係。好，收咗。你哋1蚊蘿蔔啊哦，好嘅。 5蚊，5、4、9蚊，9蚊啊11加串腸，13個半，13.5。好嘅。漂亮。呢湯啊嘛？要。湯我飲㗎，唔使倒㗎。跟住腸要平瘦，瘦嘅可以攞啊。呢度13個半，都幾多下㗎。